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都算幾齊喎。買邊位置列寶勤快嘅，咁啊中間有飛越星空東來欣賞黃衫嘅，外邊啊至尊完美4隻馬比較快㗎。第5位埋邊粉紅帽咧就極速滿貫啦，外邊紅衫殺入去啦，有呢隻快樂佬喎。中檔位置粉紅帽嗰隻就龍紋邊影啦，粉紅衫嘅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咁啊有東星月啦，內欄尾4係試跑得出邊深紅紅啊，殿後一隊有綠色衫，綠色好勁響尾字嘅位置啊，暫時殿後咧係川河首區嚟嘅。好啦，過咗呢個1000米段處啦，前面放嘅馬咧就至尊完美嚟嘅。跟住喺第2位外邊啊，東來欣賞啊，第3位埋邊啊，列寶勤啦，第4位快樂佬喎，第5位藍衫飛越星空啊，第6位粉紅衫咧就係龍紋邊影噶啦，後邊嗰6匹馬啦，分別有深紅紅啦，極速滿貫，尾4東星月啊，尾3啊試跑得啊，尾2綠衫綠色好勁啊，暫時殿後仍然係川河首區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嘅中段咯，前面放嘅馬都冇乜變動㗎啦，至尊完美啊帶住東來欣賞啦，內欄第3飛越星空啦，快樂佬喎第4位，內欄第5飛越星空啊，第6位嘅馬粉紅衫就龍紋邊影啊，後邊嘅馬深紅紅外邊啦，內欄尾5極速滿貫啦，尾4東星月啊，尾3綠色衫黃帽咧就綠色好勁攞出去啦，博內欄喎，川河首區褪咗落後邊嘅馬咧係試跑得嚟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至尊完美佔先少少，東來欣賞開始逼近㗎啦，埋邊位置列寶勤追啦，中間誒仲有極速滿貫都上緊啊，大外檔係綠色好勁，再喺入邊用個川河首區啊，中間位置龍紋邊影啊，最後百零米啦，龍紋邊影中間咧鬥緊埋邊嗰隻極速滿貫啊，內欄追上嚟㗎嘛，仲有隻川河首區接近終點，龍紋邊影響外邊，似乎壓住咗入邊川河首區2匹馬咧就比較接近啲嘅。至於第3名嘅馬係極速滿貫，第4名綠色好勁啊，咁啊外邊呢隻龍紋邊影第一次過嚟谷草咧都能夠即刻贏啦，外邊啱啱冚過咗入邊嗰隻川河首區啊，咁啊第3名嘅馬係極速滿貫，第4名綠色好勁。終於都出頭啦！呢匹龍紋邊影啊，悄悄比嘅全兄弟啊，嗰度嚟跑馬地即刻贏喎，川河首區。